它是短暂的演出嘛。对，这边好是外面那个显示屏那个，应该不会在外面。外面32度。你忙现在不忙？边拍视频边没事，我那个报纸是比较多，我在吃饭，他没事。那就是0.5度。应该是广交的163广交的。你像跟他们两个，不是过去吗？师傅。太色调相连问题，要太高了。行吗？好了，他们是来嘛？对。随便买个，我们家里一个旁边每天他保持习惯了。
对对对。他们是那文旅，他们推荐这叫就是宣传那曲的，有西方那曲。洗个头，你看，手办出来之后，你个奶茶。在坑底里哦。江也玉树生的，玉树，当然玉树的。冬天5个。要光下有点急，有点急。貂皮我看一下。然后看我拍这俩，我说那是做了这样，我是开始这么走，我是开始转过来的。对，1、2、3转。这边有点。对。云峰，等一下，我拍一个这个来，预备，来，哎，所有人看我这个镜头啊，等一下，哎，好，对，好的，距离打开。对，就站成一排，我从这里走过去，然后你们所有人看我的镜头啊。来，预备，1、2、3，看镜头。不用走，重来。对，我走过来，然后你们看我的镜头就行了。来，预备。让这个删掉。1、2、3，开始，看我的镜头。파이어카와 거리죠 나 정리해 곁을 냥처럼 된 배살이 성게에 뭐 툭툭 가스니리 고대묘 저에 갔다 문세요리 자히소 모나사마 자히고 졸라도 제 파이어 컴툭하비죠 내 육장면 그대 배사好了，交水面里，我走错了。江源对。大美青海江源玉河。大美青海对，青海的玉河肉。玉石洲。
摘一个就，我们就不木摘一个就，啦啦一边摘一个长头，我迎了下边摘一个就。一个我能送他一个说了个，一个我能送他一个说了个。那个表演啊，你看这些都是少数民族的阿姨他们在拍照来贴你看他一脸的嘛的。好，把那个肩膀往后扩，对，后面挺起来了，1、2、3，走。等一下，我拍个真面哦，站好。来，备1、2、3，看镜头，看我的镜头，看我这里。拿上个镜头啊，拿上个镜头啊，拿上个镜头啊。你要看看镜头。你用那个深格拍，慢动作拍。4K 120拍。时间拍了28分。但是上面能横版上面能进，竖版拍不了。好，来，咱们那个全不动。等一下啊。好，来，回去来，再来。然后，帅哥嘛，我喊1、2、3，往前走3步啊，3步就可以。对。等一下啊。昨天晚上你就抱着这个小狗。好了，我每天都要抱。1、2、3，走。好，再来一次，来，再最后3步，都先，然后先迈左脚啊，先迈左脚。好，来准备啊！全部先迈左脚，就3步啊！来，1、2、3，走！好，来，再往后退回一下。来，美女们，我喊1、2、3，往前走3步啊！先迈右脚。美女们，啊对，记住了吧？先迈右脚啊！拢一点，靠近一点。肩膀再靠近点儿。对。对，你要这样。
来，准备啊！先拍一个。你呀，你做啊，然后嘛做啊， 1、2、3，走。走3步。行。然后那个帅哥们来再靠近点，跟站到谁那个就。啊，对对。帅哥来，来靠近点。再往这边。那咱们都往后来，来，往后。还有一个他们手拢的一个，让他走穿过去，肩膀从肩膀穿过去。只要走的走拢了，然后往这边一转身，两个互相之间穿过去。好，来，这就是对来点。哦，就说啊。这你觉得开拍了吗？现在我们那儿穿不过去。来，帅哥们迈左脚，美女们迈右脚啊！来，1、2、3，开始。可以啊，行。好，来再来一次啊，再穿一次，哎，对，好。好，来准备啊！美女们迈左脚啊！来，1、2、3，走。这行可以。帅哥来站到美女们后面。来，听我说啊，是往前走3步，不要停下来，开一个美女。你伸，摁着。或者说电视的都可以啊。公安了，多这几多啊？你再看你多少？多这几多啊？好，展示。好了吗？谁还有啥想法跟他说？老师，他们这样走过吗？一男一女手走过去吗？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chỉ trôi ra tràn mò chưa lo ngất chỉ trôi vào lỗ cho nhân là lỡ và đông cái cho nó sông số để số trần đi trên cha đi chỉ bị xa tuôn ra lỡ xì cảm chỉ sợ cao trung chỉ lo chung sợ có tăng bộ mò cho ra xuống đất là bê tăng chỉ bị sợ chạm tuôn trên đùa cho nơi bị phàm rồi chưa ya nó chứ cho mi đồ ra nhìn là sa chiu chân bị chân là ta sống số trên đồ mơ chỉ nhìn mình chơi đi là sẽ chỉ trôi ra ra mò chưa ya ngất chỉ trôi vào lỗ cho nhìn là lỡ đông cái cho nó sông số để số trần đi trên cha đi chỉ bị xa tuôn ra lỡ xì số thì rồi chỉ bị xa tuôn ra lỡ xì等一下，停，回去一下，回去一下。一年基本上饭慢慢掉的。
批青海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玉树呢，是康巴服饰文化的翘楚，使这里的服饰比别的藏区显得更华丽。这也成就了玉树藏区呢服饰之乡的美誉。现在我们的康巴汉子和藏家卓玛呢，扛着成都热情似火的城市温度，正在环球中心排练走秀，迎接5月21号的华丽登场。好 ，Thank you。谢谢。我追。